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1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23天。这个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还是在顿巴斯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乌军包饺子的状况目前被包围的俄军大约是1000名，已经补给接近断粮断弹药是5周。双方目前在俄军补给线附近激战，而泽连斯基和谢尔斯基接连访问前线，以激励士气。乌军试图打掉俄军的补给线，目前看还未成功，所以改成了打援。乌军对这个俄军这个后援的部队和补给用无人机和这个海马斯进行定点清除。俄军的消耗非常大，这种状况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而在这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前线这个叫别列佐维、卡利尼夫斯克、奥尔西夫斯克和新伊万尼夫卡4个村庄仍在乌军的控制之下。乌军第聂伯罗战役战略中官就是发言人叫比列斯基中校确认了这一消息。他强调，乌军正在该地区采取积极防御策略，这一战术不仅限制于固定阵地，还包括机动、精准打击、反攻以及火力压制，以最大限度消耗俄军，并且破坏其进攻计划。同时乌军指挥部承诺对俄方任何威胁做出快速反应。目前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事最为激烈。我们再看看这个法国的国防部他9月29号对乌克兰战局的一个简报。这个法国国防部是这么说的他说，在前线情况，俄军整个战线上持续保持压力，并在顿巴斯战线取得进展，纵深打击。他说，俄方大规模攻击仍主要集中在乌克兰的东部，打击前线各州目标以及支援行动，同时攻击高价值基础设施和交通枢纽。乌军则继续对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9月27日至28日夜间行动，俄军实施了今年以来第3次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出动595架无人机和48枚导弹，主要打击基辅和扎波罗热。在东北战线叫切尔尼戈夫、苏梅、哈尔科夫，他说没有重大变化。而在东部战线叫库皮扬斯克和托雷斯克，他说俄军在利曼、谢维尔斯克、科斯杰尼夫卡、伊万尼夫卡等地有进展，而波克罗夫斯克一带仍处于激烈的争夺之中。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的推进受到阻力，其试图切断俄军突出部的努力遭遇大量地方性反击。而在南部战线俄军在扎波罗热前线东部略有进展。那这是法国国防部的一个情况介绍虽然是29号的，那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实际上就说明俄乌双方在前线这个战线变化并不是很大。网上有很多视频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作战的俄军士兵他拍视频抱怨说乌军无人机已对他们的补给线造成严重制约，人员机动与物资运输面临极大困难，俄方作战过程中出现大量人员损失。这个10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纪念保卫者日的列兵宣誓仪式这个典礼上他发表讲话说，乌克兰终将顶住，帝国终将瓦解。这个帝国就指的是俄罗斯帝国他强调，乌克兰的历史早已证明，每一次试图征服乌克兰的尝试最终得以乌克兰的重生告终，没有任何帝国能将其从历史中抹去。泽连斯基指出他说，乌克兰并非仅熬过单一势力的威胁，而是抵御了所有企图消灭其民族的力量。他明确将当前局势与历史抗争关联，直言乌克兰现在也一定能顶住俄罗斯，毫无疑问会顶住，我们必将保卫我们的国家。这就是乌克兰人的反抗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这个俄乌双方继续互相打击纵深目标这个在莫斯科方向，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说，昨天乌克兰无人机打向了
莫斯科东南部的叫沃斯克列先斯克，乌军摧毁了当地俄军的一个关键的后勤补给中心。从前方披露的画面看，莫斯科的上空已被巨大的轰鸣声包裹，同时伴有剧烈的爆炸声，多栋建筑都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啊，就是战火啊，已经毫无疑问的烧到了莫斯科，并且啊，这个有很多媒体啊，还有自媒体都在发布啊，莫斯科在测试他们的空袭情报，为他们的战争回归家门做准备。这个莫斯科大街小巷啊，它响起了这个空袭警报的声音，也就是让俄罗斯人呢先要熟悉熟悉，未来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常态，每天都有可能有乌克兰的无人机来光临。这个俄罗斯人呢，原以为乌克兰会在3天内沦陷，而如今啊，3年零7个月过去了，他们现在却越来越担心自己国家的死亡，也就是越来越担心啊，这个莫斯科居民的安危。这个也验证了啊，很多黄俄啊，在之前对吧，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打到莫斯科了吗？所以这些黄俄可以说是叫一语成谶呐，终于啊满足了他们的需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啊，成群结队访问啊，光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个盛世啊，如黄俄所愿。在俄罗斯的比尔格莱德前线，昨天乌克兰特种部队和破坏小组突袭了俄边境的军事要地比尔格莱德州。从前方流出的视频看，乌克兰人在白天就径直发起了越境攻击，显然是有备而来。画面中的乌军直接剪断了铁丝网，随后攻入俄罗斯本土。俄军在这里并没有增设多少防御。紧接着，乌克兰部队向俄军的控制区发动攻势，并摧毁了数辆载有俄军的装甲战车。这个在俄达达斯坦共和国方向，昨天乌方无人机袭击了距离边境1000公里的俄罗斯叫阿尔梅耶夫斯克输油管道的泵站。该管道系统是通往俄罗斯西部炼油厂的主要管道。该州长称，管道目前已遭彻底破坏，泵站暂停作业。看样子这次打击啊，让俄罗斯损失不小啊。这个乌克兰袭击了亚罗斯拉夫炼油厂，该厂加工能力为每日30万桶，每年呢1500万吨，是俄罗斯第5大炼油厂。这个它的炼油能力啊，占俄罗斯全国总加工能力5%。那这次打击啊，对俄罗斯能源供应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为打的是一个大家伙。也有媒体报道啊，乌军轰炸了克里米亚最大的俄军油库，俄军无人机老巢被毁。有媒体说啊，乌军本次啊袭击克里米亚的这个油库啊，使用的是啊某个国家大疆一款无人机改装的。英国媒体《太阳报》啊，他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的远程无人机袭击，已演变为一场直击其经济心脏的精准行动。据估计，这些打击已给俄罗斯造成约1000亿美元的损失，这个损失可谓不小啊。这个就是咱们老说的打击俄罗斯的钱袋子啊。太阳报啊说啊，乌克兰袭击炼油厂引发俄罗斯燃料危机。随着对俄炼油厂的袭击持续加剧，汽油短缺正逐步蔓延至俄罗斯全境，多地已实行限制销售，当局也继续维持燃料出口禁令。军事情报专家英格拉姆指出啊，这些袭击不仅让俄罗斯民众日常生活陷入困境，还引发了燃料短缺，严重削弱了克里姆林宫继续发动对乌战争的能力。大家别忘了啊，现在已经10月2号了，俄罗斯已经是越来越冷了。这个冬季俄罗斯对燃油对吧，对能源的这种依赖和需求实际上是越来越大，所以大家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乌军啊继续这么持续打击啊，俄罗斯的这个汽油柴油供应不上，大家想象一下吧。英格拉姆强调啊，他说航程超过10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正在把俄罗斯庞大的石油天然气帝国变成一片火海。对炼油厂的打击尤为致命，直接削减了莫斯科的收入。在全面战争爆发前，能源出口为俄罗斯预算提供了40%的资金。如今，即便有国际制裁，这一占比仍约为30%。据路透社分析师统计啊，俄罗斯至少17%的炼油产能已被彻底摧毁，相当于每天110万桶原油的加工能力。今年8月，新诺沃库比舍夫、萨拉托夫、伏尔加格勒和西兹兰的炼油厂全面停产，总计影响产能
超过600万吨。9月，承担全国5%炼油量的梁赞炼油厂也部分停产。在此背景下，即使是俄罗斯官方媒体也承认已有20多个地区出现汽油短缺，尽管他们仍试图淡化乌克兰袭击的作用。这个英格拉姆还推测，乌克兰在这些行动中的成功可能得益于西方伙伴以及俄罗斯内部知情人士的协助，他们帮助锁定了关键基础设施中最脆弱的部分，也就是乌军无人机每次都能打中俄罗斯炼油厂的软肋。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9月30号啊，根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乌克兰任期就是这个总统泽伦斯基在基辅会见了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的妹妹安妮公主。安妮公主与泽伦斯基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在访问期间参观了儿童权益保护中心。这个英国的王室，对吧？英国的高官，在任的、离任的，都纷纷跑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访问，实际上都是表明对乌克兰的这种支持，表明一种决心。也就是英国，它是从王室到他们的政府官员，那都是支持乌克兰。从在任的首相、什么外交大臣，对吧？到离任的首相、外交大臣，那都是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强烈支持乌克兰。只恨支持的力度还是小了点。你比如说这个英国前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这哥们在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峰会上又放了一炮这个华莱士他在论坛上说他说普京热衷于主宰乌克兰、占领乌克兰的设想。他说，如果你读过普京2014年的演讲，你会发现他将克里米亚比作圣山，所以我们必须帮助乌克兰拥有让克里米亚失去生存能力的远景，我们必须掐灭克里米亚的生机。如果我们这样做，普京就会意识到他会有损失。如果那座桥无法正常运转，那么我们需要德国的金牛座来帮忙。我们需要炸毁刻赤大桥，因为那代表着普京的自负，是他自负的象征。如果我们这么做，普京会突然意识到他会失去一些东西。这个华莱士的意思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让美西方这些国家援助乌克兰远程武器，帮助乌克兰协助乌克兰炸掉克里米亚大桥。这个华莱士这么说没错他说克里米亚大桥是普京荣誉的象征，这个这么说没有错的2014年普京拿下克里米亚以后后面就修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实际上普京是把这个当做他执政的一个成果。结果如果这个大桥被炸掉了，那么克里米亚也是岌岌可危。那普京这么多年这个唯一还能算得上是亮点的功劳的又再次失去，对普京的这个自信心的打击，那是对吧非常巨大的。普京会破防，这个就是华莱士的观点。人家说打人不打脸，那华莱士的观点就是打人专打脸，对吧？怎么难看就让他怎么来。那么俄罗斯人是怎么回复的呢？面对华莱士的这个说法这个克里姆林宫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他回应说我们只对现任国防部长的声明发表评论，至于前国防部长，特别是那些发表如此愚蠢言论的人，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评论，叫不值一驳这就是佩斯科夫的说法。实际上是精准的击中了俄罗斯人的这个软肋，也不一定要金牛座当这个火烈鸟的这个产量上来，当美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到乌克兰，那么到时候对这个克里米亚大桥来一轮饱和式攻击天上水里，对吧？一起上，先把这个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炸个稀巴烂，对吧？再炸克里米亚大桥，饱和攻击就是你这个俄罗斯人把他最先进的 S-500唯一的一套部署在刻赤市，就是为了保护克里米亚大桥。但是你只有一套人家饱和攻击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要等着那一天的到来那个如果克里米亚大桥被摧毁，这个对普京的信心的打击那是非常大的。法国政府刚刚扣押了遭欧盟和美国双重制裁的长滩岛号邮轮，该邮轮隶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舰队。今年年初，该艘当时还叫基瓦拉号的邮轮就曾被爱沙尼亚政府扣押。当时爱沙尼亚海军发现这艘邮轮有包括未悬挂有效国旗航行在内的40处问题，就是爱沙尼亚政府曾经扣押过法国政府本次扣押这艘隶属俄罗斯的影子舰队邮轮，公开信息显示，原因是该邮轮船员没有提供船舶国籍证明并违反名单。目前
将其扣押在了法国西北海岸附近。实际原因啊，这个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法国政府扣押这艘游轮的真正原因是怀疑这艘游轮被用来发射无人机，侦察包括法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的军事情报。根据这个路透社援引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消息报道说，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将启动国防无人机联合生产项目，该项目旨在尽快在罗马尼亚境内建立生产线，以满足本国及欧盟与北约盟友的需求。你看看，在罗马尼亚建立无人机生产线，由乌克兰人呢帮他们生产。法国、德国与波兰在魏玛三角华沙会晤中达成共识，支持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联邦资产向基辅提供战争赔款信贷。三国外长联合声明强调，侵略者而非受害者必须承担这场战争的全部责任，包括财务责任。会议同时提出加速乌克兰入盟谈判，拟从基础条款板块率先启动，重点涉及法治建设、金融监管以及反腐败领域。他们还声明说俄联邦近期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打击必将得到回应。也就是俄罗斯不是最近对乌克兰发动了这个第3大的打击吗？一次就发射了590架沙赫德无人机还几十枚导弹呢。法国、德国、波兰说了就这个事情他们还要回应，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不是俄罗斯你想炸就炸，炸了就白炸，不是这样子的，对吧？每炸一次都给你记一笔这都要还回去的。欧盟冯德莱恩提出的，对吧？欧盟发债，然后由俄罗斯被冻结的资金来认购，然后这个债发给谁呢？这个债就贷款给乌克兰，乌克兰拿到的是欧盟的债券，然后乌克兰什么时候还呢？要等到俄罗斯赔偿乌克兰，那乌克兰就还欧盟的这个债，那欧盟拿这个钱再去兑付俄罗斯的被冻结的资金。我以前说了对吧？这个事情主要是德国、法国这2个国家同意，对吧？其他的国家小国家不同意没关系，做工作就好了。那德国早就同意了，对吧？前几天莫尔茨已经同意，那就剩下一个法国了。现在法国已经同意了对吧？法国、德国与波兰魏玛三角华沙会晤已经达成了，那这个事就落定了也就是乌克兰2026年、2027年打战的钱基本上已经够了。欧洲人也不吃亏欧洲人拿这个钱，对吧？贷款给乌克兰，贷款给乌克兰干啥？乌克兰拿这个钱又从欧盟采购武器对吧？德国的莱茵金属，人家法国也在生产武器那些战车开足马力生产，那就不相当于卖给乌克兰了吗？他们也赚钱呢，所以当然愿意了。而且毕竟规避了这种强行没收人家钱的这种法律风险，欧盟并没有没收俄罗斯的资产我们再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战争部部长是吧，叫豪克塞斯，人家已经把国防部改了叫战争部，虽然要到国会呢得通过，但人家现在已经叫战争部了，好像把全球美国的将军800多名都叫到美国开会，到底开了啥会？好像大家也都云里雾里的。特朗普也不知道是心血来潮还是咋的，还是想彰显一下他的对吧？他想做伟人呢。但是很遗憾据说到会场美国的这些将军上千名，800多名将军都坐在那儿，没有掌声。跟朝鲜跟曾经的苏联，对吧？斯大林时期那掌声就停不下来，对不对？得元首得再三说，哎呀，大家停下吧，好了，可以了。但是越这么说，掌声越激烈，谁也不敢第一个停止鼓掌，就怕别人举报，检举揭发，所以大家鼓得更起劲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一般的是元首让身边的一个高官让他带头停下来，你先停，后面稀稀拉拉就停了。结果特朗普他也想复制这一幕，他也享受他觉得这个特别好，他甚至想看到那些将军感动的流眼泪，就像朝鲜每次开会不都这样吗？这一幕就是特朗普特别羡慕，特朗普也羡慕普京出席会议的时候，那些俄罗斯的那些官员都毕恭毕敬，对吧？噤若寒蝉，恐惧的眼光，但又带有一丝那种，对吧？渴望、祈求。所以特朗普说到了会场一看很失望，而且特朗普就不好意思了就大言不惭，就说你们想鼓掌就鼓掌，不要克制，对吧？要把自己的感情要抒发出来。咱们这次开的会叫神仙会不是来问责的，大家开心，对吧？如果你们感动，如果你感受到感动，你们就鼓掌，你们可以欢呼。结果下面还是没人搭理的，下面动不动就笑，嘻嘻哈哈的。特朗普很失望也就是特朗普想搞个
个人崇拜。但是在美国啊，搞个人崇拜啊，反正不是那么容易，你得要花很长时间，对吧？这个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啊，还有好多障碍，对吧？在美国，你要想搞个人崇拜，那你还得把那个真理啊给没收了，对吧？人人手里都有真理，那你说你还怎么崇拜啊，对吧？你再厉害，你抵挡不住一颗子弹。这个扯远了啊，也就是在这个会上啊，这个特朗普再一次啊羞辱普京，说俄罗斯是纸老虎，对吧？本来3天结束的战斗啊，结果打了3年半，现在还不知道咋回事。不管这个啊，这个特朗普再一次啊旧事重提，大家还记得吧？这个有一次特朗普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口炮一哥梅德韦杰夫两人斗嘴呀，对吧？两个人开始飙这个核武器的时候，结果梅德韦杰夫呢就纯粹是嘴炮啊，对吧？他腰里也没憋着核武器，他不知道特朗普腰里真的是憋着核武器的，所以梅德韦杰夫说啊，这个核武器要干这干那个，结果人家特朗普啊立马啊掏出2个核潜艇，说我先上2个核潜艇，梅德韦杰夫吓坏了，闯大祸了。大家还记得那2个核潜艇吗？这个特朗普又提到了啊，但不管特朗普是吹牛还是咋的，反正啊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我在想啊，特朗普恐怕也是在回应普京啊最近这个强硬的这种回应，就是普京现在动不动就是对吧，把核武器对准欧洲嘛，一副不行就要这个扔煤气罐子的这种架势啊。那特朗普这种表态说白了啊，也就是一种回应，就是我不怕，我早已经把核潜艇摆到你们家门口了，你都不知道在哪儿，我都天天盯着你的。这个马克龙啊，这个时候也凑热闹啊，一聊到核武器啊，马克龙立马跳出来公开表态，说他呀正致力于推动法国核威慑理论的更新升级，对吧？人马克龙马上跳出来说，哎，还有我的事呢，对吧？在欧洲这儿玩核武器少不了我啊，我现在啊回去也把这个核威慑理论呢给它更新升级一下。什么意思啊？就是把那个法律条款改一改，对吧？就随时就可以用核武器。马克龙的意思就是不是你普京，不是你俄罗斯一个人会玩这个什么核学说修改，咱也会改啊。说白了就是威慑啊，互相吓唬。这个捷克共和国啊，那就更厉害了啊！周二宣布啊，出于安全考虑，将限制俄罗斯外交和商务护照持有者进入该国。这个在欧盟啊是头一份啊，人家直接就你限制俄罗斯人到我们国家来。这个美国的很多议员呢，那就要求更加明确了啊。这个美国媒体报道啊，美国参议院提出一项决议，要求每月向乌克兰转移100亿美元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该决议呼吁行政部门以及7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和扣押被冻结的俄资产，并每月至少分批向乌克兰转移100亿美元。该决议由美国参议院议员叫肯尼迪发起。不管怎么说吧，说明这个美国的很多对吧议员呢，那还是坚决要支持乌克兰的。你把俄罗斯冻结的财产一个月给乌克兰付100亿美元，那就完全够他打仗的了，对吧？3000亿能打管3年呢。这个特朗普啊，他还顺便啊又羞辱了一番这个梅德韦杰夫。看着这个特朗普和梅德韦杰夫干上了啊，特朗普不敢直接骂普京啊，骂梅德韦杰夫还是可以的。他说啊，梅德韦杰夫为普京工作，是个极其愚蠢的人。这是特朗普给梅德韦杰夫的评价啊，是个极其愚蠢的人，是普京的一条走狗，就这意思。不知道这个梅德韦杰夫将怎么回应啊？这个普京啊对特朗普的这些说法，普京也侧面进行回应啊，当然他没有直接回应啊，他的侧面回应什么意思啊？他说啊，普京称俄罗斯是伟大的独立国家，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俄罗斯公民将继续肩并肩共同建设国家。那普京的意思就是我们对吧，不怕美国，不怕特朗普，我们不在乎，别在这儿一惊一乍的，就这意思啊。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到底是不是纸老虎。特朗普这个人啊，说话叫朝令夕改，不着四六啊，应该这么说啊。我记得他是第一次说了俄罗斯是纸老虎以后啊，他后来还说了，我以后再也不说别的国家是纸老虎了，对吧？今天他又说俄罗斯是纸老虎，那欺负人起来没够啊，对吧？这个对普京的这个自信心的打击那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普京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世界级领导人，对吧？人家定位对吧，跟别的国家不一样，他是啊影响全球进程的，对吧？影响地缘政治格局的，对吧？影响世界的，人家是可以跟美国掰手腕的，要重建什么秩序，对吧？全球秩序的，所以对吧，很在乎自己的影响力，就是很在乎自己在世界面前的这个人设形象，对吧？虽然跟乌克兰打得不咋地，但是我牛啊，我敢跟北约对着干啊，就这种人设还是要有。结果你特朗普来一个说的人家是纸老虎，这普京不就破防了吗？这个莫斯科时报报道啊，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的攻击导致38%的炼油厂停产。自8月初以来，无人机袭击俄罗斯20多个大型炼油厂。截至9月28日，全国炼油厂初级加工
工能力闲置了38%啊，相当于每天338000吨。汽油和柴油的生产能力在8月下降6%， 9月又下降了18%。9月份汽油产量减少了100万吨，国内市场的汽油短缺达到了消费量的20%。那怎么办呢？有媒体报道啊，说俄罗斯考虑紧急从大国进口汽油，并给予临时免税措施，缓解几个月来乌克兰烟头连续袭击俄炼油厂而引发的越来越严重的燃油短缺。这个想法是好的啊，但是黄俄招谁惹谁了呢？对吧？你俄罗斯没汽油，你跑到大国来进口汽油，那大国的汽油又要涨价呀，那黄俄开车加油，这不又得贵了吗？又得多掏钱吗？俄罗斯能源部部长齐维廖夫表示啊，俄罗斯计划加大对大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尤其是借助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和萨哈林2号项目输气。齐维廖夫在接受俄罗斯专家杂志采访时称，俄罗斯计划向大国不仅加大管道天然气的供应，还要加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尤其是借助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和萨哈林2号项目输气。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进展显著。这个怎么说呢？实际上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啊。俄罗斯的主流财经媒体《生意人报》报道，俄罗斯当局计划从大国韩国和新加坡购买汽油，但是啊，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啊，大国的青岛港一些码头运营商将对从伊朗运输石油的老旧油轮实施新限制。据悉，限制措施禁止船龄超过30年的船舶，以及更改了国际海事组织识别码或持有无效证书的船舶停靠。新规预计将于11月1日生效。其他进入港口的船舶也将根据船龄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因素进行风险评估，得分较低的油轮也将受到新限制。记者指出啊，此举是针对从伊朗和其他敏感供应国运输受制裁石油的船舶。据该通讯社报道啊，4家黄岛港运营商，也就是青岛大港的一部分啊，支持实施限制措施。据称，如果港口运营商拒绝申请，该船1年内不得在该地区停靠。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拿伊朗说事，说白了就是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啊，也是没有办法停靠的，因为俄罗斯的影子舰队他们的船呢，船龄都超过30年，对吧？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最主要的是它的保险是没有的，也就是啊，大国啊随时会找个借口，找个理由，就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但是他又不会直接说啊，因为你美西方制裁，我就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了，那多没面子啊！这是彭博社报道的啊，所以说啊，这个俄罗斯人呢，指望着大国，恐怕要失望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